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跟恁讲的就是电脑。哦，真热门哦。即嘛上夯的行业，足流行的。好，足流行的，足夯的。迄若一个人吼，敢若无电脑，敢若唔知，敢若欠一只手，啊欠一只脚共款。人都爱顾电脑。是啊，每一个大大细细了啊，上至少60、70岁吧，下至啊4、5岁，大家拢伫耍电脑，大家拢会晓拍电脑，敢若我袂晓。我嘛袂晓，哎呀，人阮囝就拢会晓，伊拢咧找啥物功课啦，要创啥拢爱靠电脑啊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即摆做生意嘛拢靠电脑。对啊对啊，电脑安尼拍去，啊伊佫拍来，啊都 OK。OK， 哦，够啊。即摆毋是安尼哦，多机的利用哦。哦，一个拍电脑啊，大家拢会接到安尼。哦，莫怪人家若传简讯传得好，大家拢中意啦，什么 Facebook 啦，哈，还是讲个人的部落格啦，安尼拢会当大家分享迄落心得，啥物拢有哦。你著讲迄就对啊啦，非死不可啦。迄手机你讲久真正你非死不可，迄有电池无吼，会伤你的脑呢。伊规囡仔伤搁较食力，我讲真正。讲到手机哦，真正人拢一支。哎，唔啦，一支有诶2支，有诶3支，有诶4支咧。哦，这厉害咧！因为伊无共款的行业嘛，这个吼，这个是倒一个行业，这就是做一个行业。专门用的就对啦。剩下你看，你都2支。哦，一支咱。接通过的啦，吼，啊，一支男朋友的，无啦，厝内的人在用的啦。哦，啊，剩下你几支？我一支尔，我嘛是一支。我嘛是会晓卡，啊会晓收，我会晓剪线。我甲你之前甲你共款的，嘛是干那会晓卡，会晓听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加是拍简讯啦吼。啊，不过啦，我即马为着要方便，因为咱即马电，就像拄则讲的，基本拢咱先传互咱看嘛。啊，咱毋免讲呢，伫咧外口拍到足忝的，等下到厝再过来开电脑，啊，再过伫遐等，安尼伫咧外面有休困的时间，咱就会当用诶。电脑小电脑，你意思讲咱若无伫电脑啊，你原来开啊人走安尼？无啦，我安尼会去用迄个呢？无啦，我是足欠电的人呢，嘿啊，啊所以呢有迄个小电脑吼，可以当手机用，真好用，真利便，啊，就伫咧外头，咱就当先看，咱就脑海中知影哦，咱即场才会穿啥物衫，啊有啥物款的戏，就拢知啊。伊拢用迄个 Facebook。哦，我看偌好对啊，但是我足替烦恼的囡仔吼，咱手机逐工安尼听吼，会上迄脑。啊，但是个即摆的囡仔吼，若无炸手机，有手机恐慌症的。哦。像我都会啊，以前咱无手机啊，人生嘛是安尼过对无？对啊。但是我即摆若出门无炸手机啊，敢若袂输无穿衫迄个感觉，你知？哎呦，你当时无穿衫，我真来。就是刚刚讲，迄个手机，敢若已经变成咱生活中足重要的物件。敢若出去，好像我要联络事情，咱就敢若搁办断去找公用电话，好像迄是一个随身必备品。依赖性啊！依赖性讲安尼，我就真正这应景着，我真正有这个行为啦。哦，你真正有一摆我车就驶转来，驶出来，啊，就要上高速公路啊，才去想讲无炸手机啊，结果我等下摕啦。啊，因为所有的电话，什么人的电话拢伫手机内底啊，啊，人哪会变笨呢？因为咱较早拢用咱家己脑咧记电话啊。有一部会当讲你毋免等下摕，因为你的手机啊，迄个若假使你人无接到，会当哦恁某接到啊，什么？转接啦。哦，你若小三哦，你某接到，你用讲死哈。我都无迄款物件，无即讲。上好是安尼啦，咱咧卡时吼，亮才来听。是安尼讲。啊，较袂去上较足严重的啦。哦，这有咧什么？啊，电磁波啊，电磁波啦，
意思若无开，伊就无迄电对池。对对，啊，咱今日讲遮济吼，就是要叫大家讲吼，咱咧听手机的时阵，虽然伊好用，但是吼，咱嘛爱注意伊的安全性，啊，别去伤着咱的脑。啊，即马吼，就来看咱轻松又搁趣味的特辑。来，这样。哇，你一定海大赢啦！再看，你一定海大赢啦！再看，海大赢我啦！袂用，我袂用咧，答应。会啦，再看，我要学你安尼哦，做一个作家。因为我有甲你开讲过，你个人真乐观。我要学你安尼吼，来去云游四海，安尼游山玩水，去到大社到大迄偌快乐咧。袂答应你哦，我就强迫你历史啊，一点仔就无快乐。文嘞，喂，讲，你这个小说家无遐尔简单啦，我知影无简单，我唔知要拜你做老师。袂用的啦。会啦，我不管啦，人阮姐哦，甲我已经变面啊了。我即摆就按说哦，民宿的顾问免卖掉，要永远来对你啦，老师。卖啦，好啦，那遐久我当讲堂我拄啊要去民宿找你啦。是安怎？有消息啦？有啦，你讲要甲民宿的股份卖掉，有人要出关价甲你买啦。啊，真实的哦？当然无是诚实的啊！好你讲要含在个学工，好，我也曾经赞成。赞成哦！袂对啊！这个代志你哪能赞成的啦？再个，你是大书级的人物呢，你安尼话凊彩讲两句啊，就会当写一本小说，这外了不起的呢。滚啊，含你学哦，是对的啦。你看，含会长嘛赞成咧。安尼好，我紧等下叫阮姊哦，同意书签的，我民宿的股已经卖掉吼。好，安尼我赶紧去甲买厝讲这个好消息。安尼好，分头进行。是，起米花来。OK。好呀，阿叔甲我搬这出来，等我是安怎？我记我写出来面无这段咧，写袂落去呢。这哎呀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啥物啊？阿君坚持要甲民宿卖掉哦。毋过你一个唔肯卖啊，因两只弟仔吼，为着这件代志，冤到足严重的呢。吼，若讲到棍啊，这个个性哦，真正是有够倔强，佮足固执的啦。伊若要安怎就要安怎啦，你安怎甲口讲哦，拢无效啦。再哥你倒来。再哥，听因讲阿君坚持要卖民宿的。是啊，我就甲苦劝，叫伊吼放弃想要做小说家，安怎讲都听袂入耳啊。这个再哥，我看棍啊已经哦有这个理想，无你就完成伊的理想，伫咧你的身躯边来学师啊。嘿妹，我是足欣赏阿君哥哥的呢。假使吼，我若会当，我嘛想要亲像阿君哥哥同款，缀伫在哥你的身边。佮谢谢你啊！你嘛安尼想哦？那是当然的啊，在哥人生就是快乐呢。啊，若讲吼会当缀伫伊的身躯边学经验，啊有安怎快乐？为什么唔好？无啦，是啦，当啊，毋是你想象遐简单啦。在，哎哟，在哥，恁是有讲过，迄若拄着困难吼，爱去解决嘛。啊，解决上好的方法就是爱完成家己的梦想啊。我是要甲你解释，你听我再去说。无啦，再哥既然哦代志到这款的地步吼，我看你就完成迄理想啦，甲收甲做徒弟啦，好无？我看暂时按下去。嘿，今日来，有代志来讲。哦，歹势。我看应该会成功哦。应该是 OK。无即摆是安怎啦？一个倒咧摇尻川花，一个倒是头海，是安怎海安怎的？
啊，就拢恁群啊下的啦，讲要观察在哥的行动啊，啊无代无志，尻川踮啊摇摇，害我安尼无张伫煞对安尼踮啊一直摇。喂，你讲迄啥物话？我是在看到尾啊无聊，我尻川啊加减啊往摇摇，啊你也对人摇，安尼怪我的哦。啊你哪会安尼？给你。文啊，喂。你到底是咧看安怎的？哦，我你讲吼，只我甲你报告，我拄则咧甲看吼，啊看到迄财过吼，大概勒团一直勒对内底一面哦，敢若为着咱的代志咧伤脑筋，咧想办法。我看伤脑筋的人哦是你呀！你到时阵哦，财哥若真正收你做徒弟哦，看你要安怎？哈哈，我相信伊唔敢，伊互我拍着惊呀！哈哈，你唔知影财哥这个人哦，伊笑笑啦，我甲你讲。哈哈，笑惊拍啦！我甲你讲，伊甲你讲，伊若来阮遮吼，到时阮两个一直甲冤家互伊吼，要讲话机会都无啦，啊啦，阿伯哥哥，嘿，我的股份要卖掉哦，我讲，你一个等，绝对无等，我一定要，我要卖。干那有我记摆，看你呢，较早讲阮还怎么回声哦，恁两个这地啊真正够眼力啦，人家拢无恁场。阿伟啊，等啊，迄个财哥即摆安怎啊？伊足烦恼的呢，伊烦恼阿公哥哥吼要卖民宿哦。才哥真是足烦恼的哦。真正呀，伊头拄吼一个日本的民宿哦，你面有敏感，我甲你讲，真正足烦恼的。是讲，咱用这个招数安尼甲伊骗，安尼敢好？来唔好，这也都人咧讲什么以其什么还其什么来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哎，对，我意思就是安尼啦。谁叫伊要互阮姊啊，甲姊仔两个安尼烦恼甲安尼，甲小狗哭撞的对无？心诶，吼，当时吼，我甲钱啊吼，一个发现着讲迄财哥因某啊，要害死财哥，吼，阮两个是安尼哦，替伊烦恼甲头壳冒咧烧呢。你想讲看是要安怎来解救财哥呢？结果哪会知吼，是财哥呢为着伊的作品跳江放风声啦。阮棍仔甲我讲了后，我是气到公公要撞去甲伊理论呢。哎呦，这种人你甲伊理论无效，讲道理拢无效啦。我讲伊这个人吼，将别人的痛苦当作伊的快乐，咱该用伊的方法啊来甲教死唔才对。啊是讲吼，以财哥一种老经验的人吼，咱安尼敢骗你会过？哎呦，世间哦，无讲我搭一个外交啦，老高都会拔落手，只要咱戏好好继续开演，相信伊会中计。啊，你认为讲吼，这个财哥什么时阵会离开咱家？我咧看吼，上慢明仔载，上紧今仔日。啊你敢真正家里有包？我神机妙算，我会关起盲道。关过来车本道。头家娘，你哪会伫咧哭咧？哎呦，我一个水水还在说，你都唔知咧，阮困啊吼，安尼一直乱，一直吵，再讲叫我大个民宿卖掉了。哎呦，财哥，我困啊吼，即摆上该信你，上该听你的话，你嘛替我甲苦劝一下。苦劝我是甲苦劝啊，我有甲讲伊，不过伊都唔听，我就无法度你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叫我爱家一间的民宿甲卖掉哦？我无这意思，无这意思，我是讲，头家娘无安尼啦，啊，你着吼，莫插袂开工啊，无食着，安尼就无代志啊咧，吼。哎，是无可能的，无可能的啦！阮困啊吼，已经去甲伊那边厝哦签约啊啦，真是要甲民宿卖掉啊啦！我变下骹手哪会要紧？来，我甲你讲吼，我甲介绍，这位叫做财哥，真出名的作家，你若对伊的生活美，听学真济物件，进来紧报老师来，进来。老师，请你收阮做徒弟啊！来，预备起！老师，不，我唔是你老师，唔是。代志哪会愈来愈严重啊？怎啊？来，紧拜老师进来，预备起！老师，来，老师，来，老师，
么代志啦哎？呦，拢是阿君啊，伊带一大堆咧少年咧要拜老师，啊不是拜财哥做老师啦。哎呦，才哥，你的名气真正有够响亮的啦！遐尼济人拢要拜你做师傅，哦，你的粉丝有够多，有够请的啦！哎，我唔知阿君敢安怎讲啦，人啦带出来啊，这。啊，伊一定是讲你的好话，唔才有遮济人吼要来拜你为师。我头一摆得个这种代志，实是啊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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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。哥安怎啦？哎呦呀，才哥啊，你看安尼啦，无面对要安怎？无面对袂用的啦。你才有后尾问无哈？有啦有啦。准备物件看看，咱来离开啦。好。哎，恁真正要离开哦？嘿啦嘿啦嘿啦。啊，才哥啊，外口遐人要安怎？不要紧啦，只要我若离开，俺就无代志啊。啊，毋过才哥啊，你伫阮遮开50万，啊，才住几工啊尔，你就要走，安尼你袂损失遮大？不要紧，算我学校倒霉啦吼。咱会照合约行，1500年就袂甲你减嘛吼。再见，goodbye。哦，是你慢行，你慢行。老师，老师，足忝的呢，啊是要讲喊偌久？拢无动无静呀。无。哎，我来看卖吼。奇怪咧，安尼。遐大粒卡下，我你遐准啊！歹势，我是要来去敲着迄个财牌的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什么消息？我甲你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因已经坐客人车走啊！安尼，少年诶，你会当离开？哎呦，你确定因两个真正离开遮？确定，我绝对无甲恁骗，迄是我亲目睭看到，绝对袂定。啥款？我的计划赞咯，2、3个试我就互仔个行到走啊啦飞，后摆看伊敢咧共创治。安尼好啦，咱的元首拢过啊，即马大家会用好啊，转来休困一下。觉得马得。哎呦，亲啊哥哥，喂，安尼就要休困啊休。啊不然呢？啊不然呢？哦，我原来想这个方法，啊，大家安尼舞到我要忝死，哈，啊钱做你赚得着。就是讲，哈，人才哥来遮住2、3工尔，啊，你就轻轻松松甲这50万赚起来，嘿，你安尼敢袂伤好赚？啊是讲无安尼啦，我捐5万块互民事中心哦，做公益安尼好无？赞！哦，安尼嘛较差不多。哎，对，这计划我想的呢，啊，我拢无啥物好处呀。啊，无贵气安尼啦，我大出手的啦，每一个拢一个红包。哦，唔是安尼哦，下暗大餐厅办一道请恁。哇！对啦！一个条件小等咧，咱哪要算一个条件无唔是，加一团鸟。啊！够客气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天要甲咱讲的俗语就是讲人际关系言多必失。哦，你学白讲话吼，真正要识个得失啦，得失啦。所以讲吼，人讲心歹无人知，啊那嘴歹咧上厉害。你什么意思？对，我跟你讲哦，咱心肝内你想啥，无人知嘛。对啊，人心地内。啊，你若嘴歹咧，哎，大家你讲出去，大家拢听到啊。对哦。啊，毋过你心肝你安怎想拢毋知啊。我有嘴伫甲你学了，哎呦，你足水的。啊，心肝内你甲你错。哦哟，哎呦，这种人上好哎呀，啊！算嘴讲的拢是人情义理，心肝想的拢伤天害理。是啊，所以讲哦，这有了心口不一心啦。口不一哦。啊，所以我就甲你玩阴的就好啦。啊，玩阴的。嘿啊，我就表面安尼甲你学了，啊，其实我若要甲你害，我嘴莫讲，我当时甲你害，你嘛毋知影是我，因为我定定拢甲你学了，你也毋知影讲是糖害，还是你姐害，对无？啊，那即款的人，咱千万毋通甲伊交往。嘿啊，就像讲有的朋友做伙啊，讲话吼，当我要传话，哈，哥啊，啊，结果长青哥哥加甲我讲一句讲，哎，唐你就是讲你安怎？佮添油加醋。对，迄足恐怖的呢。价钱会少，价位会济啊。会假啊！哦，
尤其是话袂当学袂讲哦。这句水啊，饭厅学袂食，话袂当学袂讲。诶，进前新闻都报啊，一个哦43岁欧巴桑啊，啊，就是吼讲骂一个囡仔教会啊，结果。咁用暴力干咩就对啦，算伊甲因孙仔冤家嘛，啊伊就去校干咩，结果是暴力家庭啦，哎暴力儿童罚啦。偌济你知无？花偌济？ 5万5，看偌衰，啊，你爱罚钱哦？你唔知哦？啊，你哥哥我知嘿嘿，顶一阵嘛有一个迄学生嘛，同学，譬如讲高中生啊、国中生啊，嘿嘿，哎呀，你娘炮，哎，嘛袂使什么呢。意思？那娘炮？娘炮就是男生娘娘腔啊，啊啊，你嘛会甲狗呢？哦，讲娘炮袂使，不知道啊，哦。你若要甲我学了，你讲我小钢炮我就好啦。其实哦，我感觉讲话真正是艺术。是啊是啊，吼，有时阵呢，咱感觉讲，咱要学了一个人，真正爱由心的去赞赏。啊，若无吼，我感觉若要讲安尼用原因的哦，这种朋友交到真正会惊讲呢。真个，咱四个哦，你可能唔捌去听过这个代志。什么代志？虽然咱三四个咧开讲，哎，啊，结果呢，伊啦，我啦，阮拢爱开发言，教话啦，教话，直直讲，啊，恁两个伫听，安尼三个伫听安尼，啊，结果拢会去得失人，我对啊，就是个，你拄则毋是讲，嘿言啊嘿啊都是多必失啦，安尼啊系啊。啊，但是言都必须嘛，啊，但是吼，那咱学会晓讲，啊，来听人讲，听人讲啥物听，咱学了真济，对啊，咱学较济，啊，咱讲的人。无想讲会讲得失，是啊但是听的人就感觉无共款。对啊对啊我什么说则有心听则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啦。有啦有啦对对，真正哦，所以讲爱真细致啊。讲所以得失你看哦拢唔知。你若敢若骂一句话吼，反正咱比如讲咱足靠小好朋友，咱其实毋是咧骂你，但是今仔拄到咱棍啊吼，心情歹，听起来都感觉是咧干嘛？对对对，真诶吼，所以哦，艺术真正是讲啊，有时阵咱要讲话吼，爱停1秒钟再来讲，咻一个30分钟伊个过去啊，要个甲恁讲再会咯。啊，咱今日天天又开心嘞，要奉劝咱所有乡亲，讲什么话，做什么代志，一定爱上事。活一道，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毋惊受伤害。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袂听凡事一半，世间乌白拢掺一半，烦心一半，非烦之后也是一半，心若甘阮就毋惊，花开花谢。风搭咧拄搭咧拄咧梭哈，风搭咧拄搭咧拄咧梭哈，风搭咧拄